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留聲機。近日網絡世界不斷出現一個傳聞，就係有預言估計日本喺今年7月5日將會爆發一個南海海潮大地震，令到本港以至全球出現一股日本遊嘅恐慌。不過雖然日本位處於地震帶，唔少海外投資者亦都擔心投資日本樓一旦遇上地震同埋火災，投資物業隨時化為烏有。不過由於日本樓市普遍收租比較穩定，受到部分港人垂青，所以我哋今集留聲機就會同網友分享一下買日本樓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最近訪問咗一啲日本代理，佢哋就話呢，日本政府喺1981年修訂咗建築基準法，由修訂前建築物一般可承受嘅震度為5級地震，改為1981年後所興建嘅樓宇必須承受6至7級嘅地震。只要喺當年6月1日以後興建嘅物業都符合新內震基準，市民就唔需要擔心防震嘅問題啦。反而屋齡超過30-40年嘅房屋，因為建築年期較長，當時嘅建築法規要求較現時寬鬆，所以近幾年落成嘅樓呢就會更加安全啦。代理亦都提醒，近年日本起嘅樓抗震技術達到國際水平，不過始終日本位於地震帶，投資日本樓必須購買地震保險，賠償地震所造成嘅損失嘅保險，唔單止涵蓋地震本身造成嘅損害，亦都涵蓋地震引起嘅海嘯、火災、火山爆發咁造成嘅損失。代理亦都提醒，唔能夠單單購買地震保險，同時都要購買火災保險。好啦，我哋今集留聲機講到呢度。如果覺得有興趣就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可以撳右手邊嘅連結睇返我哋最新嘅影片。